社团、落基山、喜马拉雅山、安第斯山，天地的生命力正在很精彩。7月26开始，每礼拜5暗时8点半，山峰上的岁月，公司台语台。蛋糕、鸡蛋糕、卤肉饭、萝卜饭、饭团、饭丸、萝卜干、菜头干啊，菜脯、口香糖、槟榔、茄啊、好油啊！零嘴、零水、秀啊，糯米、梅、煮米、香肠、烟肠、麦芽糖、麦芽糖、蜜饯、咸酸甜、豆浆、豆奶、牛奶、牛奶、米苔目、米苔目。你是什么东东？肉粽、肉的巴掌。恭喜台语台。这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清，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24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几项上要紧的新闻事件。咱看到讲，国安局内面有人趁陪伴总统出国走私粉要入关，去予检察官收押的吴宗宪有经出50个集团买粉的名单。早起8点外，邮局无论 ATM 的机台也是服务的柜台，寄钱领钱拢袂通。到10点半，迄棚才豆开始正常运转。咱属国校的囡仔去参加国际活动，开幕险无在调抓咱的国旗。国乒协会主办的国际比赛嘛，临时互人取消。国安局内面竟然有人趁陪伴总统出国走私粉要入关，昨已经收押2个有嫌疑的国安人员。检察官嘛针对防收押的这个吴宗宪检出来50个集团买粉的名单，推测讲每条的顶头还佫有字通好掠，甚至若有必要食。检察官原来会针对牵涉犯案的单位，落去申请疏失票，落去敲获较详细的，看敢有线索无。国安局警官吴宗宪和张姓家顶人的私分案涉案人，日经过检方核询，包括司机涉案8个人，入地20万到50万交保。吴和张2个人是被声押。检方对吴宗宪当场供出50人的团购名单，发现团购的人大部分拢是国安体系的军职人员，无外交部人员。怀疑国安局官员有可能牵涉到集体犯案，案情无排除向兵面发展。该楼专案的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再起持续炮轰交通部长林佳龙，呛用华航。面对黄国昌大声的炮轰，交通部上紧伫中道下派处长王国才进驻华航进行内部了解。如果我们还要继续包庇华航的话，还要继续帮华航闻过是非的话，这个国家的制度不能够因为华航摆烂，整个国家应该要有的规范全部都弃之如敝屣。
纾困风暴阁刊出前条，有北美媒体就报道，国安人员团购纾困的数量，自2014年前总统马英九时期，较无300条，伫咧5冬内，到总统蔡英文出国访问，竟然升关到9000多条，但是和马英九办公室驳斥。这次的9800的事情啊，他们应该要赶快查清楚，给个交代，应该要公布所谓的团购名单，这才是正办嘛。把责任都推给前朝，我想国人也看不下去。因为检调认为，利用总统专机出国访问的机会，团购免税纾困的代志，早就已经变成国安人员的歹习惯。监察委员高永成、王美玉已经筹备立案调查，目前尚未干扰检调侦办，并且和行政机关进行内部调查，监察院再搁进行整体调查。最重要的是说，走私啊，现在被形容叫走私这么多，而且是借由总统的专机出访的期间，这个做法滥权到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我想，于法于情于理都不合。部会也是官员牵涉到团购，监察院表示会委请国安局提出书面报告说明。王美玉强调，第50人团购名单，只要是公务人员牵涉到不法，一定会调查到底。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蔡英文总统嘛接见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会长奥哈西秘书大桥功夫，提起讲近来有互日本的产品关税较降咧，嘛望日本会当尽量支持台湾，加入太平洋两边才会谈判的全面进步协定，就是 CPTPP 这个国际组织。共同做伴的外交部长吴钊燮嘛提起讲，即便出国访问的成果，去互走私分这条案拖累着，伊也真唔惯。总统蔡英文接见日台交流协会会长大桥功夫，特别强调大桥已经是老朋友，伫任来访问台湾14届，对台日关系真用心，嘛对日本加多动画被放火案件表达哀悼之意，说到来会继续深化和日本的东判关系。展望未来，我们会继续深化和日本的伙伴关系，也会为 CPTPP 的谈判做好准备。希望在大桥会长的协助下，这些重要的合作都能够持续的往前推进。前2天，立法院三读修正通过海关进口税则，蔡总统特别讲到，和部分日本产品享受降低关税的利益，期待会当增加咱国加入 CPTPP 的谈判条件，强化双方的关系。伫接近的时阵，陪同的外交部长吴钊燮伫会前开讲的时，嘛甲日本访问来宾无奈表示，这个出国访问的成果和走私分的事件冲淡去。外交部没有人来相验，出访是安排得非常的顺利。在国内也获得很好的这个评价，但是因为这项事情，就让出访的这个成果就被冲淡。吴钊燮主动澄清纾困案，嘛表达期待有一天会当去日本过境，希望将焦点扭转来外交表现。下个月，台湾要主办亚太国会议员联合会的年会，蔡总统表示，期待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会当进一步增加台湾、日本和印太区域内国会议员的交流，继续杀进重要的合作。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早起，中华邮政的电脑大大叮当。早起8点35分，不论 ATM 自动提款机的机台，还是服务的柜台，你邮局电脑系统拢总算有够样，寄钱无在调，领钱嘛袂通，加再经过紧急修理线，10点外迄旁才开始豆会当正常运转了。ATM 顶面搭一张暂停服务，拜三早起，全台湾的邮局系统出问题，不管是 ATM 领钱，也是去柜台前要领钱、寄钱，拢无法度作业。有的民众对早起8点半一直等到10点，小弟刷走2间邮局，拢无法度领到钱。我那时候是8点40到东门嘛，然后就说不行，他跟我讲说要等2个小时，不要等了，因为目前里面还是查不到什么原因？他是跟我说，目前系统是全部都还在宕机状况中，预计是希望在12点前用出来，要不然我怕被当掉。各地邮局 ATM 不是大各种的纸条啊，都是因无出现暂停服务，某民众着急要领钱办出院，但是真无奈都是领无。要出院啊，要缴费啊，要先宕机的啊，要怎么办？宕机会不方便吗？当然不方便啊。这个邮局出问题，影响扩大到全台湾北中南。对于早起8点34分开始，中华邮政主机连线系统发生问题。
造成价钱汇钱的营业窗口自动柜员机和网络交易服务拢中断。中华邮政研判是主机系统修补定时出问题。我们研判了是主机主机的这个系统的程式的异常所引起的。我们已经修补好了，大概从8点35分到10点25分已经全部修复。对民众的不便，我们也表达最高的歉意。伫咧经过紧急抢修了后，已经伫早起10点25分系统恢复正常。中华邮政对造成客户不方便嘛表示真失礼。记者综合报道。咱讲7月2日，高雄市天狗这个案例已经增加到44站，尤其是出现伫咧过去有逼出几落种病毒的检定区。市政府早起嘛扩大防疫的工作，韩国有市长去视察的时，听到人讲树头有空会积水，又安那有空去咧顺。另外，伊嘛表明讲，高雄市民这当阵上界关心的，就是疫情，若是复修的条件，暂时唔通点遐火。有先叫动员280人到前镇区、到凤山区加强天狗嘅防疫作业。21号，高雄市本土天狗嘅大概44例，市长韩国瑜早起嘛对去看社区西网嘅情形，但无了讲树坑嘛积水，需要补起来防止西网啊，伊煞向爬起啲树啊。上面那个洞太多，你没有补哦？是，那个我们用高空作业上去做。韩国瑜看完，强调树啊较悬的所在果然嘛有受坑，要求卫生局人员全面调查，拢爱补起来。尤其前镇区已经出现2种无同型的病毒，有可能变成出血型的天狗热，嘛烦恼台南高雄互相感染。未来这1个多礼拜是非常非常的危急，希望大家能够加强把台南是2型，那我们过去是4型，就这2天我们冒出第2型，所以我们很怕交叉感染，非常非常的担心。那我们希望未来台南、高雄、屏东可以联手来防治登革热。呼吁台南甲屏东拢来合作，做伙做防疫，以免疫情扩散。毋过广告合作，伊伫接受媒体专访的时，提出副总统的条件，需要有财经专业甲国际事务背景，嘛讲心内有人选。但这也伫咧防疫现场反对表示，高雄市民目前同关心天狗热，又无爱讲参选的代志。记者嘉顺高建顺高雄报道。咱往来看台北市长。台北市长郭文铁的看守陈培基医师，昨暗伫咧 Facebook 发表文章讲，红赛要选唔选，伊拢会尊重甲支持。早起郭市长是讲，看守连猛连，中期尾嘛是会斗卡手。另外人问起讲，国民党初选排第2的郭台铭，若是家己跳出来选，郭市长你敢会冤啊要聊？郭文铁又搁安怎样答咧？咱来甲小听一下。2020总统大选，台北市长郭文铁讲，郭台铭出来选，会互真侪人心中的忧虑降低。郭外配再度被人提赛讲，郭文铁的幕僚讲，郭外配可能性无悬，杨过无排除切入联名。郭文铁的看守陈佩琪也伫咧 FB 破文，讲到最近甲郭文铁到外办市参访，被问到选总统，陈佩琪讲，只要郭文铁感觉会当互人民过更加好的日子，安尼先就去做。郭文铁伫咧什么机会对伊来讲无差，伊尊重郭文铁的决定。我怎么想话你会什么？就是这样嘛，深呼吸，放轻松，继续往前看。以后历史上会出现一个新的成语，曲曲当曲陈佩琪。他有时候他嘴巴念，他每次他决定什么，他念完以后还是会帮我。等郭董事长回台湾以后，再来听他的意见吧。跟柯震宇这边，目前郭董你们这边都没有任何的联系吗？对，没有哎。郭外这边也未定案，高雄市长韩国瑜是认为，郭外确实有合作的可能。不过，郭台铭是国民党的党员，应该爱思考大局，知影此后涵盖界线伫咧倒位。韩国瑜也批评郭文铁无中心。郭文铁是公开呛声讲，敢讲九二共识就是中心思想。难道一中各表9·2共识叫做中心思想？不会吧？最近开始在批。不会啊，这很正常啊。这个一条呛有没有？随常过去有没有见到一样？不然我就觉得这样的。第一个有竞争也不是什么坏事。其实我跟你讲是这样的，没有那个说以前帮助过人家，要人家一辈子记得。我觉得那没有什么。坦白讲啊，他去年选举他没有来台北站台，已经还我了。伫咧韩国瑜政治声势愈来愈悬，将会直接挑战总统大会。郭文铁也一直伫咧累积能量。未来两个人是毋是总统大选时阵的对手，将会是政坛关注的焦点。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看台东兰屿野游国小的小飞鱼电影队去到欧洲波兰共和国参加第27届国际儿童艺术节。7月2日开幕出场迄当阵，拍算是中国甲主办单位施压力，
竟然将中国的五星旗交予咱的队员，加在学校资本就有传台湾的国旗，予学生揸去。经过甲大会交涉，中期尾的小飞鱼点点队也是有举咱的国旗出场。南苏小飞鱼点点队为着去波兰参加第27届国际儿童艺术节，苏醒为着将出国的320万旅费四价的募款，真无简单才装着经费。出国进前40外个学生先伫岛上公演，完整展现南苏原住民传统舞蹈，乡民拢甲因拍扑啊。19小飞鱼点点队欢喜摕国旗顺利去波兰，但21暗开幕出场，主办单位煞甲5星旗交予也有国小的囡仔，但囡仔拢拒绝，坚持要摕咱国的国旗出场。经过领队甲波兰大会抗议交涉，最后同意摕咱家己的国旗出场，囡仔拢真欢喜。后来我们的小领队说，他有去请示大会，大会说不行，我们还是要挂5星旗，但是我们全部人都不同意，我们说我们只能挂我们的国旗，不然要退席啊。每啊学校私底下了解，是中国大使馆捌甲大会观察，不过校长讲，囡仔的心情无受到这件国旗事件影响，尤其是囡仔穿丁字裤就台真专业的霸气演出，让全世界知影台湾有这么特殊的南苏原住民传统文化。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打台湾，敢讲真正无所不至咯。咱国的出兵协会头一摆争取到亚洲国际灰石出兵的经典赛主办权，资本按算伫咧10月30要伫台北开幕。无意外讲，7月23暗时，出兵协会公告讲，临时去接到国际出兵总会甲因通知安怎？讲主办权已经互签起来咯，要换香港协会落去办。共迄个时间会伫咧中国的东莞这个比赛来开幕。台湾主办的国际比赛若想搁去互压迫，中华民国出兵协会23暗时伫官方网站发布紧急公告，表示讲7月22临时收到国际出兵总会通知，理事会决议取消台湾的主办权，原本定伫咧台北10月30至11月初3的比赛，改伫咧中国东莞来举办。如果是因为用这种比较类似政治因素啊来干预体育啊，我想对我们来讲，对国家来讲，对我们所做的这个筹备啊是非常不公平的。台湾过去捌举办真侪届4大洲花式出兵锦标赛，这届为着要更较侪台湾人熟悉出兵，今年头一届争取到亚洲国际花式出兵经典赛的主办权。协会原本已经真拼是咧准备比赛，想袂到国际出兵总会临时写批来，该换香港协会来主办。外界质疑，敢会阁是中国来讲压迫，才会取消台湾的主办权。国际总会的来信有提到国际情势这件事，我们今天上午有跟他们确认，其实他们的来信并没有讲到说是因为国际情势的关系，所以台湾不适合主办。体育署无承认讲是受到中国的影响，啊，毋过台湾举办大型国际比赛，最近已经是第2届去互取消。原本定伫咧今年8月份台中举办的第1届东亚青年运动会，市政府迄当阵投资6亿7600多万来进行场馆的改建甲增加，所以常常去互中国来反对。出兵协会目前搁咧处理收煞的工课，体育署是讲会请外交部中华奥会来斗3工表达抗议。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高雄宜联集团手下的天悦酒店，因为当初时咧起的时，慌张着讲几片地用咧起几片厝，迄个用积率因有共超过，去互当时的高雄市政府下令停工。顶日因有向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提出行政诉讼，法院是认定讲当初时迄张建照也已经失效，啊，恁方下令停工的理由也无排除，就安尼先来甲因驳回。毋过这条案还佫会当上诉一。厝起到一半红停工，互宜联集团旗下的天悦酒店到即马还未看到完整的模样。原高雄县政府伫2005年到2008年分别发2张建照予天悦，但是考察了后发现有一寡建设的空间是超过规定，要求停工。宜联对此提行政诉讼，互人驳回确定。去年是针对市府所发的建照，申请复工，互人拒绝了后，搁来提起着行政救济。23号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也是判宜联败诉。他认为到说，操纵机部分已经不能够再被撤销，但是不能够被撤销跟能不能复工，它是2回事。执照的部分的话呢，大概已经失效。法院认为，宜联申请的结照已经超过着期限，已经无效果，而当初因停工的原因嘛，还未排除，因此这个复工的请求是袂当答应。
希望就是在合法的情况下辅导他们来改正这样的一个开发计划，然后让整个不只是厂商义大的部分，还有市民市府都能够有相赢的局面。市府表示，议员对这个案件还有上诉的空间，会等到最后结果出来，再来思考后续要怎处理。若是讲议员集团即时回应，因为判决书还未收到，无法度来回答。记者王刘婷、陈显坤高雄报道。咱来讲，去年11月，台中金钱坝酒家内面，一个判酒的小家人塞车弄死一个姓陈的做芳师傅。民事二审今日早起依次宣判，讲伊着要赔偿死者的家属1000过68万。不幸过往的当事人因大只是讲钱项的对方敢有才调理，即站请一边，判决是得一个公道。另外，伊嘛望讲，日后政府着要较重视被害者和家属的权益咧。行出大中国婚姻，姓陈封闭式的姐，伊的表情平静，感谢二审的法官维持一审民事判决，弄死伊弟弟的金钱坝西岸酒店小姐，需要赔偿家属100068万。对我们来讲，但是其实它就是一条命的价值，但实际上我们确实能够理解到，有可能其实都是零，所以就端看对方的诚意，这样一切可以从这边开始，我们可以重新好好对话跟沟通。但是这款的金额，家属心里嘛有准备，1500个可能拢摕袂到，就算讲是安尼，因犹原选择放下。因为为2017年11月到即马，被害人的家属已经身心拢真忝，不爱阁上诉，只希望弄死人的冤情女子会用自身来悔改。努力工作，努力顾好他的家庭，然后努力把赔偿一笔一笔的慢慢的偿还。事件发生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希望可以有一个明确的机构或是管道，可以帮助受害人去了解说他该如何面对这个庞大的诉讼的那个过程。但是封闭式的这指出，甲加害人来相比较，台湾法律何时着对被害人权益的保障，司法协助面顶较被动，必须要靠家己伫司法程序面顶来拍拼，金钱甲精神拢是一个折磨。未来嘛，希望这个案会用作为一个指标，啉酒弄死人或者是受重伤的赔偿金额，拢无应该比这个判决金额更较低。希望会对啉酒开车的人有淡薄吓惊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财经上界新，咱来讲美国甲中国的贸易战，已经致使甲讲国际上生产供给的布局开始大大咧转变。经济部警告讲，因为美国参中国安尼咧写，即当阵越南已经变做是东南亚国家联盟内面投资上界热门的国家。咱遮的台商，都若伫咧越南资本都有土地，你才通过去，啊若无就爱一溪无鱼，别溪钓咯。受到美中贸易战的影响，目前大号制造业生产基地大搬迁，越南嘛，搁较变成东协各国上界热门的投资国家。只是全球小富户的钱入去越南了后，当地即马嘛传出抢土地、欠工、工资起真悬等等的挑战。中美大战，那就往越南或者往印尼跑，尤其是那些劳力密集的行业，你去往越南跑。那越南的土地就上涨，工资就上涨，这是一个很供需问题，这是自然的现象。有一些人在炒作了啦。根据经济部分析，去年台湾投资新南向达到24亿美金，其中以越南成长32%，印度成长10.82%，排前2名。经济部表示，美中贸易战已经造成国际供应链的结构性转变。这款的转变，台湾半导体、3C、机械设备和工具机产业面临严重的考验，嘛更加凸显全球布局分散风险的重要。越南只要一碰到好几次外资流入一多的时候，就出现这个缺工的状况。一般来讲，我们看到一些传统像纺织啦、制鞋啦这些比较传统劳力密集多一点的产业大概比较会集中在这个地方。那技术层次稍微高一点的话，有些会喜欢到印度、印尼也都有一些这个投资，但是每一个国家的国情都很不一样，所以你要去之前，应该做更详细的分析。学者认为，其实规个东南亚国家有5亿外的人口，但是其实每一年的劳动价值拢起真紧，台商无可能一直挖苦廉价劳工来生产，所以除了产业升级，嘛应该爱导入自动化、提升技术，嘛是每一间公司应该爱思考的课题。记者综合报道。生活的报马啊，观众朋友拍算还阁会记得，4年前锁定了风台来扫翡翠水库的源头，水做一个反流。台北市迄当阵就因为安尼生有停水，市政府为着要挽回秋田，彻底解决水库的源头水上落的症头。
现时甲中央争取8亿，家己嘛倾12亿经费，要将北四溪的溪水用大机管引来净水场，今日早起举办动土的典礼。北势溪溪水水质真好，是翡翠水库重要的水源之一。不过，水库的另外一个水源蓝色溪，在104年苏迪勒洪台来的时阵，因为顶游严重放弃，水非常热，造成翡翠水库原水热度降到39000多 NTU， 安尼来停水。为着要彻底解决问题，台北市自来水事业处提出兴建原水管，因北势溪溪水直接到净水厂，下早举行动土典礼。104年苏迪勒台风39003以后啊，过去这几年可以看得到，超过12000度以上啊，非常多。甚至于我们在106年没有台风，只是一个豪雨而已，它也将近了11000多度。包括台北市长郭文铁、行政院秘书长李梦燕、甲经济部官员拢来参加。郭市长指出，工程有算20亿，一开始钱无够，后来向迄时阵的行政院长赖清德争取到8亿的预算，伊马上接受。我是见好就收了，本来还想再很高一点，后来想到他已经愿意出8亿，我就要求他当场马上写会议记录，你知道，不准反悔。原水管完工了后，会当增加供水予新北市，新北市减用石门水库的水，水会当拨予新竹用，对新竹以外水资源调度更加有帮助。那届时我们整个新竹以北有任何一个地方发生问题的时候，那么跟各个水库大家可以互相支援。原水管出水口伫大坝下游700公尺，长度2.8公里，需要挖泵坑。估计民国112年完工，会当提供大台北600万居民的用水。记者林俊平做 SNG 小组新北市报道。去年劳动部南部一个劳动检查员涉嫌去甲厂商限八道边，卡油77万，伊也互人来停职处分。今日早起一场廉政透明的论坛，劳动部长柯明春表示讲，若是收人的红包，也是接受人乌洗交代，绝对会依法查办。另外，廉政署是观察讲，这厂商有诶讲叫你着爱放水，有诶叫你造假的数字，甚至有当着啊，连主管嘛要买收参落。劳检员徛伫第一线替劳工的工作时数甲环境来注意，毋过接触的对象嘛包含有资本的头家，像讲去年就捌发生过劳检员涉嫌利用劳检的职权来甲厂商讲钱，去互停职处分的案件，要如何避免收红包，或者是挑故意甲头家刁要讲钱的状况来发生？劳动部早起举办论坛，部长柯明春表示，会透过定期考核、回收问更满意度调查加的内控机制来注意，不得有任何的收取红包啦，或者接受贿赂等等的一个行径。那其实我上任以来，我对这个部分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哈。廉政署是观察到上届发生的代志，包括乌洗、盗窃弊币、讲钱、甲厂商批趁机会讨物件、讨钱等等。英国发生的一寡个案，毋但第一线的基层劳检员，有时阵主管层级嘛有乌洗的状况。观察跟业者接触的那一个层级的人，会最直接，会比较容易的发生。那当然会有时候会从业者接触的那个层级的公务员，到他上端的主管。从那个官商勾结的3部曲来讲，它就是一个造假、放水、图利、然后行受贿，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流程。另外再加上他们常年的在执行这个业务，难免会跟这个被检查的这个对象，也就是资方本身，他们会有比较多的互动。那所以这个互动呢，如果久了以后，它也会产生一些其他人情上的问题。劳动部的劳动条件检查员甲安全卫生检查员的编制人力总共1000人。学者表示，最近劳动部有开始透过调度、流动、换人检查来避免收红包的代志发生。毋过嘛是建议要加强资方守法，还有企业责任者的观念，来降低劳检员罚款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桃园八地一间诊所有民众去就诊问先生的时阵，地大档的所看到讲，迄支干啊药水顶头压的日子已经过期了。结果护理人员甲因讲，这不要紧啦，飘啊头压的日子是予卫生局看的。民众检举落去，卫生局稽查，发觉讲这间诊所竟然内面有36项的药品，原来是过期了。依法对负责的医师开罚11万。提出过期大档的相片，还有一段收证的录音档。这有点过期呢。可是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好。因为他就本身他就是要印给卫生局看的。
通讯市议员简志雄24日开记者会，表示接到民众陈情，去北地区诊所看医生，竟然被吊2016年底到期的大堂。护理人员煞回应讲，有问题会去诊务，标签是互卫生局看的等等。简志雄要求通市卫生局应该要加强稽查。第一个当然就是说，关于这个诊所它的用药到底还有多少过期的药品？第二个是说，这个我们桃园市辖区内到底还有多少这样的一个诊所都有一个过期的一个劣药？针对诊所注过期药品的案件，卫生局派员稽查发现，除了葡萄糖、地款拿注射药过期2吨外之外，诊所内面还有36项药品嘛拢过期。除了全部封存之外，处护理人员停业2个月，嘛依法对诊所负责的医师加罚11万。过期就是不对了哈，这个药品过期以后仍然在做调剂的行为，这个确定就是一定是违反那个相关我们医疗法规的各项的一个规定，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哈。卫生局加强稽查，表示讲提供过期的药品都是唔对，医疗院所应该将药品全部做册列管，若是到期就要换掉。使用过期药品唔乃减少药效，嘛有可能对人体健康产生疑虑。提醒民众看医生的时阵，要加注意药品外包装的有效期限，提升自我保护。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上新的医疗消息，有当着啊像糖尿病、骹骨有病变。也是讲大病长久，身体较接偏去交着，这款空喙慢性化的人口已经有20几万人。三总今仔日成立亚太空喙负压力治疗中心，就是望讲这款空喙足久未收缩的病人来这治疗了后，唔免长期住院，倒转去处理，原来当家己看顾。只要将泡棉浸入去底层的空喙内面，用风水的贴布甲砍掉咧，佮利用负压治疗，就会当互空喙较紧好。空喙好的速度比传统的方式佮较紧，像讲原本需要半冬才会当好的大空喙，会当缩短到3-4个月就会好。因为透过了负压的一个技术，它可以促进血管的这个新生，使得这个伤口的部分它的渗液以及它的肉芽的生长获得了一个很好的控制。三总医疗团队表示，所谓的负压空喙照护，都是对空喙施压，并且抽出空喙的布囊含感染物质，会当促进肉芽组织生长，降低各再感染的风险以及病人疼的感觉。和传统空喙照护方式比起来，会当互空喙较快好，也缩短住院的时间，降低病人搁入院的几率，减少医疗成本。使用了负压的伤口照护之后，可以3天、4天甚至1个礼拜才更换一次。那这个情况下呢，就跟我们以往的传统照顾，比如说1天要换2次药，甚至于3次药，每天都要换药，这样的一个庞大人力的耗费呢，事实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根据统计，国内65岁以上适龄人数已经超过78万人，其中糖尿病、脚部病变、疥疮等等潜在慢性空喙的人数都有20多万人。为着要提升空喙的照护品质，三总首创成立亚太空喙负压治疗中心，结合长照2.0计划，让慢性空喙的病人唔免搁长期住院，伫咧厝里嘛当家己照护，减轻患者和家属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咱来看火车行过邦寮的南回铁路，一边是金丝丝的海水，一边是青冷冷的山坪。咱来看台铁的列车长马世俊，顶日啊，伊伫邦寮摄影展览开幕，用相片要来写南回历史，因为在伊的眼内，南回这线是世间上界水的铁路的风景。一边有山，一边是海，火车对着美丽的海岸，走遍规台湾。伫台铁服务的资深列车长马世俊，当年对着火车世界走，伊讲南火线是台湾上水的铁道路段，有上迷人的车塘风景。执行勤务的当中，我们偶尔会看外面的风景，尤其是南回线哦。南回线从枋寮开车之后，我们不仅会看到壮丽的海景、秀丽的山景，然后更可贵的是，可以看到很多迷人的窗景。马世俊并不是专业的摄影家，伊伫邦寮的摄影展80几件作品，也有台湾的风景，更加有台铁人认真做工课的身影。我们会看到很多同仁会利用列车没有行驶的时间，或甚至说是
天气非常恶劣的时候，他们还是非常努力在工作，为了维护列车行驶的安全。为着要翕南回铁路，马细船有当时坐车，有当时骑车，甚至是用步轮的，行到拢无砖头的摄影点，伫咧风高野外等待火车，拄了网通真济，有当时佫会拄着高山仔来乱。用镜头来记录铁道风景，马细船愈翕愈入迷，伊要用相片来写南回线的历史。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两句话，互你做参考。解文说字，讲到恒春，讲到枋寮，即马咱看到南回铁路线，经过咱也会想到民谣思乡机。国情也要甲你讲起过，讲民谣。拢讲的迄落见景伤情，先看到讲头前一丛玫瑰树，看到后壁一丛金蛇流，搁来心内自然产生讲阿娘仔生水白甲油，亲像竹纸包红豆，你敢会记得？现主时国政要过来甲你介绍，有缘有真侪文学家，虽然是伊用现代角度落去描写民谣，学民谣的开口写歌诗，毋过同款是即落见景伤情的手路。来讲文学先生，作家刘国伟有甲出一本册，叫做《文学畅游人间不己》，内底写着讲，伊和作曲家苦少两个小酒小带，去到恒春，去甲丹达红麦达拉录音，录去当阵伊所唱的《思乡记》。文学老师佫讲吼，迄是即马啦，较早吼无时间讲举一支长歌家己翕相啦。无迄当阵，我嘛听好甲苦少老师两个徛做伙家己翕呢。啊，人阮有哪互相一人翕一张相，证明讲阮有去到恒春，甲红麦达拉丹达采集迄条思乡记，转来台南，拜托一个文学家柯炳丁先生来作词。高生今日特别甲你介绍几条啊。柯炳丁先生，伊的字叫做敬听。敬听先生的好歌诗，伊模仿民间艺术的开口来写思乡记的歌词。见面嘛是当然先唱讲思啊乡机啊，搁来讲日头出来满天红。头拄我咱讲的枋寮过去是香港，刷落来见景就伤情咯。希望阿哥来听痛小妹做工人。是啦，阿哥听痛小妹做工人，这甲枋寮过去是香港哪有牵连？搁来第二拍的歌词嘛相像，先看到光景。才写出心情，尤其民间的艺术吼，无咧讲迄落13天地外，拢用实景的，拢用加强的，所以你甲听。柯炳丁先生的歌词写讲：恒春大路透温泉，灯台过去马换山，这完咱屏东恒春的景致啊。毋过重要伫后壁即两句，讲阿哥转去门无伴，亲像落转心肝。你甲听这有刺激无？落转着心肝，迄就真艰苦哦。毋来干那写民谣尔，过来国政要甲你介绍一条柯炳丁家己作词的，伊用日本时代丁伟宪作曲迄条南方谣，重新来插新的歌词。即条歌叫做《寒梦花》，迄歌词敢若用过念的，你心肝定定一定会对咧梦。柯炳丁敬听先生伊的文采诗文偌好，伊讲寒梦花白无味，醒来毋着时。无玉朽，无金枝，啥人会介意？世间事，镜花水影，花红有了时。只有风仪温柔摇摆，故阮的摇机。是啦，这就是台湾的艺术，或者的文人写落去变作歌词，遮尔啊一点一滴用心咧讲究，要将台语甲扣互水。过来，咱来关心少年人。所写的、所创作的摇滚音乐，伊个是虾米款的气氛？有4个高雄的少年家，或者夕阳武士，因吼即个团自本互相熟悉，组织起来，险啊讲解散的。毋过因即马规定是敢若换贴的，决定要落去为着梦想继续拍拼。永安公视台语台青春咱的梦，10点要招大家来看少年人安怎样勇敢追求家己的梦想。夕阳武士的故事。夕阳武士2014年伫咧高雄成立，上开始因为团员本身的乐团拄好拢解散，但是因无想要放弃音乐，才决定重新组团。行到今仔日，因已经出过2张台语专辑。差不多伫咧7档前吧。
忽然间有一天，阮的乐团甲阿峰的乐团的拢解散啦。哦，我就讲甲阿峰两个人想讲，无咱两个人来做伙写歌试看卖。啊，我就咧写旋律，阿峰就写歌词。除了练团，实用武术的团员拢有家己的工课爱无闲，拍拼伫咧兴趣和生活中间找到平衡。伊嘛伫这过程当中发现，做音乐上学契会其实是市场和环境。做音乐本来就是足困难的，尤其是台语。上介意的乐团就是灭火器。啊，我想要把这种重金属啊，朋克啊、摇滚啊这种曲风的元素，敢会当甲流行音乐有一个融合。但是，因嘛捌因为意见袂合，险啊解散，加在经过冲突和沟通，一切拢已经过去。未来因阁想要做伙，行伫咧各大表演场地唱家己的歌。若是讲后机会，搁来棒球场表演，就是像即阵的梦想共款，会使家己按图唱看，规场满场的人听。通过渐渐训练甲拍拼，实用武术阁要继续带予歌迷阁较丰富的音乐来实现家己的音乐梦。记者简义珍、柯宏耀采访报道。过来，咱换来看南投信义乡的九美国校是原住民祖族庄头的学校。最近因特别拜托部落内面的长老来将几百年来毋捌举办过的祖族拜客的仪式，教予囡仔传落去。长老甘万金把传统的贡品放伫河边，随着开始进行贺祭仪式。过程虽然真简单，毋过却真严肃隆重。嘛，因为信义乡的九美国小已经转型做民族实验学校，为着要互学生囡仔了解文化，校长田春梅特别拜托部落内底的长老协助。互九美部落活跃100年毋捌举办过的祖族贺祭仪式，搁再重现，主要嘛是希望会当传承互少年辈。祈求这个河神能够保佑我们的部落、我们的族人能够得他赐给我们的平安，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主要目的，就这样。像他们在做捕捞网的时候，他们的网子的那格很大，就是要有一个永续的概念。对他们就从以前就有这种保育的概念。为着要发扬布农族和祖族的传统文化，九美国小按算要先把消失真久的传统祭典找回来。这摆活动毋但吸引外国朋友，连民间乡的学生囡仔嘛来观摩学习。通好族群文化会当互相交流。但我们会希望说，这样的祭典，并不是只是教我们的渔猎的技术，而是把整个合祭的一个精神把它呈现出来。借着这摆真难得的祖族贺祭，校方嘛甲参与的学生用手工来做各种伫古早时代祖族掠鱼的传统工具，互大家是大开眼界。九美国小用上界实际的行动，宣传祖族的传统祭典。嘛，就是族群文化的传承。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国政要招你来去台南梅岭的风景区，现时有几落万丛紫色的牡丹đang咧开。过来季节变换，也有百合花啦。沿路去开去到接近冬天的时阵，如果人出游去看光景，实在会当来去台南梅岭风景区行行咧，袂歹。一大片紫色的花海开满山头，几啊万丛的紫牡丹7月大开。沿路阁有像正早，台南的梅岭风景区，即马当是赏花的好时阵。这个7月这个月，这就是盛开的时阵。啊，真正你若上水的话，应该是伫迄个2月，因为2月迄届阁有伴随着山樱花，啊，阁有杜鹃花做伙开。所以是这个古道花季算讲上开得上水、上巅峰的时阵。一大片的紫牡丹，毋是自然生产，这是梅岭风景区发展协会总干事柯宏文咧思考，要安怎推广梅岭观光。伊望梅岭会使变作是南部的游民山，四季拢会当赏花。20多年来，伊自费买紫牡丹来遮种。啊，所以我就想要像人北部阳明山的，我就开始来找一寡花种来种。因这紫牡丹哦，伊开花都介好，伫这个海拔，啊，然后伊搁一年会当开4摆。后来，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把做花美化报道，总共种3、4万丛的紫牡丹，
近摆到开花的时阵，山片规片的花海相当的迷人。7月底了后，也阁有野百合、山地花、红花、风铃木、山樱花陆续登场，一路开到入冬进前。记者综合报道。接落咱搁转来南投来看仁爱乡的中原部落，今年头一摆伫咧田林画大只的鸟头鸟，目的就是要将部落内底所出产的稻啊，这个米广告，互伊品牌知名度搁较悬咧。中原部落第一摆用彩绘稻田的方式来行销部落生产的大价9号稻米，为着要庆祝稻米的收成，特别办活动，邀请原住民传统社钱来起歌，嘛特别邀请游客甲新竹关西高小的囡仔做伙来挂稻啊。坐着割下去，辛不辛苦？慢慢用力切，会不会很困难？还好。修行活动，毋但有部落的囡仔甲居民穿传统的衫，少年摕稻米甲各种农产品，甲各界展现部落的产业。现场阁有仁爱乡农会甲部落厨房卖相关的产品。因为喜欢这个比较纯然、天然的东西。这个活动，透过这个活动呢，让我们互助村、中原部落跟清流部落的好米推广过去。互助村中原甲清流两个部落用大价9号稻米自创互助米甲农会传统米做品牌。目前除了国内一间连锁的超市，溪头妖怪村嘛真积极讲要合作，希望会当提升部落稻米的品牌形象甲知名度。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南投，咱来看民间。市面上咱咧食的火龙果，若毋是红肉，无就白肉的。啊，毋过民间乡遮有农民用自然的方式种双色的红龙果，伊迄肉看起来有带淡薄仔粉红，食起来阁有奶汁的气味。咱来个看卖。落过雨的果子园草发甲真旺，不过这颠倒保护火龙果树。农民齐信全种火龙果已经20多年，为着种出天然的火龙果，伊用过期的牛奶、黄豆粉、甲新鲜的鸡卵等10多种材料发甲做叶肥。如果说没有这些草在保护它的话，第一，它的那根会变成可能容易腐败、烂掉，所以它那个生长就会整个不好。它那个如果有草的话，它能够增加抵抗力，而且草的话，等于说它会经年累积，它那个腐败以后，它变成肥料，所以它这样子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用自然超生的方式种植，各种无同品种的火龙果，亲像芳水龙，也有这双色的桂花果，口感真受欢迎。它有淡淡的粉红，而且它有白豆的那个脆度存在，然后它吃起来它又清爽，然后它有淡淡的一种那个荔枝的香味，所以有些人就称它为那个双色的那个叫贵妃果。齐信全表示，照蔬果出产的时间调节火龙果的产期，在咧中秋节前后，火龙果的口感会特别好，伊会一直采收到11月份。伊甲伊的太太也欢迎大家到伊的果子园行行看看咧，体验满水果的趣味，也了解火龙果的成长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中国的前总理李平7月2日过往，食到91岁，伊捌做中国的总理头尾10冬。就任总理过2年，就来发生绿树天安门事件。人拢讲伊是下令驶战车出来教学生的原乡，不过中国官方发布的复音，说讲伊是平定暴乱的功劳者。国务院原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李鹏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7月22日23时11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中国前总理李平22半暝过身，享受91岁。这样消息为透早就开始传咯，一直到昨暗时，才有央视甲新华社等官方媒体证实，表示真痛宣告中共失去优秀党员甲党国领导人。李平强看作是绿树天安门事件关键人物。因为1988年开始出任总理10年，拄到89民运的时阵，在北京颁布戒严令，最后造成绿树天安门镇压。
有6处多府杀人凶手的国际形象，嘛影响到伊的进度，渐渐退出权力中心。2003年退出政坛。不过，这届中共官方定调，李平是在邓小平的坚定支持之下，平息暴乱。李鹏同志旗帜鲜明，和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道，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稳定了国内局势。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落尾个俄罗李平会因随不朽。比起官方的高规格评价6处学运领袖级王丹伫网络直播评论，李平直接参与撤回并指挥6处，责任重大，无法度向原谅。在现在的情况下，习近平同志根本他还有可能搞第2个6次呢，他怎么可能给第1个6次平反呢？我觉得外界也不要想多了。那么李鹏现在死了，我还是说，我就一个评价，死有余辜。下一个应该就是江泽民了。李平最后一摆公开出面是在去年10月中共19大开幕典礼。李平在生前前另外一个大政绩，是一在1993年担任3峡大坝工程的总负责人，将工程安全问题甲对民生甲生态影响较大，拢搁伫向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印尼的科莫多，这块岛顶头有真侪外围看袂到较稀罕的动物，像讲全世界上界大只的一种杜丁，名就叫做科莫多龙。不过世间事，镜花水影确实飞扬有了时。印尼的政府7月23日宣布讲，明年正月才就要封岛一冬，因为科莫多龙已经用要断种了。伫海沙坡顶头慢慢向前爬的这只大动物，是世界上体型上大的四牙蛇科莫多龙。印尼环境任务局23宣布，自明年1月1号开始，将会将热门景点科莫多国家公园内面的科莫多岛改关起来，因为这个岛上的科莫多龙正面临着绝种的危机。Komodo ini harus diselamatkan, dilestarikan, karena komodo ini, dragon komodo ini, itu satu-satunya di dunia. Komodo itu mendekatkan silakan mendekat dalam arti kita hidup berbarengan dengan dia, akhirnya komodo itu habitatnya tidak lagi seperti komodo。科莫多岛是一个巴厘岛东边差不多300多公里的所在，是科莫多龙的主要栖地。官方的数字指出，目前这座岛上差不多有1700只，每个月吸引真侪游客来观光，不过也造成走私问题严重。今年3月，印尼政府宣布讲，有走私集团偷走41只科莫多龙，以每一只35000块美金，差不多新台币100万卖到乌市。迄当阵政府就伫咧考虑要封岛1年，杜绝走私客，也和科莫多龙会当安全的繁殖保育。Kita mau coba dulu 1 tahun. Kalau pasok makanannya sudah cukup dan atraktifnya kita sudah bisa lihat, kita pantau bahwa sudah ada atraktif di situ, ya kita buka untuk umum. Dan ini.Atraktif komodo itu tidak boleh murah。当局表示，等到科莫多龙的数量恢复到正常了后，就会重新开放。不过门票会调悬，将会自原本的10块美金起到500块美金。记者综合报道。以前的人讲要共生就爱共请，今摆人讲要共饲就爱共疼。这几年啊，保护动物的意识欠悬，主人若虐待厝内的狗仔、猫仔，无定着冤仔就爱行法院。伫咧中美洲的 Costa Rica 这国。顶日就发生一桩因为虐待狗仔，去互动物保护团体告，狗仔嘛亲身去出庭的案例。这个狗仔主人上届当，无定就会判监2冬呢。乖乖啊，趴伫咧涂骹，即只捌去互主人虐待，即阵2岁2个月大的狗仔，礼拜一来到 Costa Rica 即个法院出庭，伫咧动保团体协助之下，伊要控告伊较早的主人甲虐待。原来伫咧2017年11月份，伊去互救出来的时阵，规个3比8，阿妈棍全是去互锁啊，把甲伤过案的伤痕。Bueno, realmente ese paciente llegó a una condición bastante delicada, ¿verdad? Un estado de desnutrición importante, con bastantes ectoparásitos, garrapatas, pulgas, probablemente parásitos internos. Y bueno, tenía una lesión en su cuello de un tamaño bastante importante. 静养一段时间了后，这只狗仔以改名号做冠军，身体已经好完全，而且也找到新的主人。动保团体也伫咧 Costa Rica 动保法生效了后，提出拉美地区头一个虐待动物的诉讼。
Muchas personas pueden decir, pero ¿qué hace un perro en una audiencia? Humanidad, eso es lo que hace. Y es cierto que él no va a decir nada, pero es un símbolo de que estamos aquí luchando por los derechos de los animales. 根据 Costa Rica 的动保法，热带动物的人会去红怪6个月到2年，镜头转到英国，比起热带狗仔，2011年就带入去首相官舍的鸟仔 Larry， 伊就真好运。主本是一只流浪鸟，去红送入去东宁街10号，目的就是为着要替人掠鸟鼠，佮去红合作是内个收拾掠鸟鼠的朴素朴。不过日子过了伤火，结果就是伊的政绩愈来愈歹，比袂过外交部这只汉草好的乌鸟。不过伊也真正有影高上镜头。美国总统 Trump 来访问的时，伊就去到窗仔门边啊，坐定定，准备予人翕相。东宁街10号门口埕那铺红地毯，准备迎接贵宾的时阵，拢会先互伊出来顺顺看看咧。只有伫咧尾要发表清示演说的时阵，工作人员才将伊抱入去厝内底，较免予人分心。虽然 Larry 无固定主人，不过伊英国第1鸟的地位是坐甲稳达达，伊会继续踮伫咧东宁街10号顺头看尾，也顺续监督新主人的动态。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这半冬，日本麻仔是6年来上届欠货，因为日本人相信讲热人食麻会用个补气血，体内佫较袂遐燥。目前欠货以外，小钱人要买，贵三三呢。今年热天的土用调理，日本大家大户拢会照传统食麻鱼，唔但补充体力，嘛顺耍消毒热气。不过这几年来，因为日本麻鱼仔是愈来愈少，想要食芳公公的麻鱼饭并无简单。根据日本水产厅的统计，为去年11月到今年10月半年期间，日本麻鱼仔到掠到3.7吨，是6年以来新高，嘛造成麻鱼价格一直拢真悬。目前日本市场上的日本麻梨，差不多拢是遐公司掠野生鱼仔，伫养殖了后，再送去市场卖。鱼仔欠缺对麻鱼供应价格影响真大，即卖1公斤麻鱼大尾价格差不多是5200块日票，也对新台票1500块，这个价格是10年前的2倍。日本麻鱼伫1960年代拄着掠伤济影响，到大也未恢复。过去50年，麻鱼的生态地又搁向破坏，真侪原因，互日本麻梨数量减少真多。那附近的国家，亲像中国、台湾甲韩国，最近几年掠到数量嘛无啥乐观，是一直下降。真侪日本人惊吓，有一天真正是食无麻鱼饭咯。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的变化啥款？咱赶紧来了解各地头详细的资料。咱北部遮上低31度，上悬35度。中部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上低27度，上悬34度。东部这平面上低25度，上悬34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我是林文怡，我即摆伫苦力内底演的角色叫做丢手腕。手腕是一个传统的妈妈，伊的个性嘛较直，因为伊是一个装脚查某，所以迄当阵导演
他给我的指令是说，你讲话卖较文雅，讲话就较直接的，安尼匹配给我是也不到说3-8，但是就是要比较放一点就对了。所以这是我在表演上定定爱提醒我家己的一点。我问你呢，是啥头食桌顶摆摆的物件？爸爸。看你两个迄支喙油咧，你讲无？我会记得导演迄当阵有